呢台 Benz S 底盤代號 W3條2，客戶反映嘅問題就係空調前面唔製冷，後邊有製冷。咁咧，我哋睇下佢實際值先，確實係前排空調30幾度，後排空調2.8度，冇製冷。空調系統讀到一個關閉閥存咗功能故障，存咗一個內部電器故障。咁呢個故障碼呢，我直接鎖定個電子膨脹閥有問題，直接更換。就係因為呢個電子膨脹閥已經壞咗啦，表面裂咗啦，導致前排冇冷風出。咁我哋同客戶換一個原廠代工嘅電子膨脹閥，加翻個雪種，電子膨脹閥換好啦，睇下個實際值1.1度，絕對冇問題啊！